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第46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丽英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早晨的时光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保守我们有聪明智慧，能够读懂你要我们学习的经文，成为我们生活的行为准则。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下的第13章看见暗嫩大卫的长子，也是王位国家的继承人，放纵情欲，听从了损友，也是他的堂兄弟约拿达的建议然后的馊主意来去玷污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我们也看见他玛是机智明理，但却惨遭暗嫩的毒手。那也看见暗嫩始乱终弃那后来也被押沙龙用计谋来报复杀死，死有余辜。但是也看出押沙龙心机深重，藏着预谋。那约拿达始作俑者呢，他面对大卫呢也是见风转舵。所以我们读撒母耳记，让我们看到许多人物的刻画，也可以来看出人性的内心的世界和状态，因为上帝是看内心。也看见在这时候大卫呢却是心头烦乱，六神无主。那大卫自己的家中呢没有办法秉公行义，虽然他治理国家全以色列，他需要公正公义，但是他一直迟迟没有对应该惩罚或是应该管教，没有施予管教，以至于呢这个仇恨越来越大，悔恨也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是火烧连环船。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第14章，那先请丽英执事带我们来读14章的第1节到第3节。洗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大卫王很想念押沙龙，就差人去提哥亚地方找来一个聪明的妇人，对他说：请你假装居上，穿上上服，不要梳头，好像一个已经居上很久的女人，然后到王那里去，把我告诉你的话对王说。于是约押告诉那妇人该怎么说。那这里讲到大卫的姐姐的儿子约押，那也是他的侄子。那3个儿子已经死了2个死了1个亚撒黑。那约押是大哥，那约押一直跟在大卫的身边。虽然约押大部分时候很听大卫的话，但是我们在读第3章的时候这个押尼珥就是扫罗的元帅，也是扫罗的堂兄弟呢来投靠大卫的时候呢，约押却因为要报亚撒黑的仇来杀了押尼珥。那押尼珥呢，他也有他非常约押也有他非常细腻的一面就是看出大卫的想念。那他就想了一个计谋，那这个计谋呢是策划很久或是说策划很深。他请了一个妇人，那这个妇人呢能够去见王，还能够演戏，还能够对话，还能够讲理好，那我们看接下来这个妇人的对话其实都是约押已经调教过，那是对大卫演了一场戏。那这个提哥亚妇人，提哥亚是在撒母耳记第一次出现这个地名，那它的意思就是堡垒或是号角或是刺好，那在耶路撒冷南边的伯利恒，在南边的提哥亚那是属于一个山区那这个妇人呢就被约押派来对大卫然后要来用一个故事要让大
大卫可以改变心意。好，那么接着请丽英执事带我们来读第4到第8节。那提哥雅妇人就去见王，恭敬地俯伏在地上。陛下，请帮助我。王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我是个穷寡妇，丈夫早就死了，我有2个儿子。有一天，他们在田里吵起来，没有旁人在那里劝开他们，于是其中一个杀死了另一个。陛下，现在我所有的亲属都敌对我，他们要我把儿子交出来，让他们因杀兄弟的罪治死他。他们这样做的话，我就一个儿子也没有了。他们要毁灭我最后的希望，使我丈夫没有儿子可以传宗接代。王说：回去吧，我会为你处理这件事。那所以从第4节一路到第20节啊，非常长的一段篇幅，那就是王跟这位提哥雅妇人的对话。那他毕恭毕敬，那说了一个故事，就是他的2个儿子吵架，一个儿子杀了另外一个，然后呢，按照摩西的律法，民数记35章或是申命记19章，那杀人的，那其余的亲属有权利来要求治死他。所以现在如果他的儿子杀了另外一个儿子，剩下的另外一个儿子要被其他的亲属治死，现在他2个儿子都没有了，所以他必须没有人为他传宗接代。好，那大卫的反应是：你回去，我会为你处理。好，那所以大卫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是国君，他要打仗，但是他也要治理。好，面对国内的事务，好，或是不能够排解的问题，好，那千夫长、百夫长，好，不能排解的问题呢，好，也要到大卫这边来。好，那这是透过约押。好，那我们继续再看第9节到12节。妇人又说：陛下，不管你做什么，这罪归我和我的家族。王的家族是无辜的。王回答：如果有人威胁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就不会再打扰你了。妇人说：陛下，请向上主你的上帝祷告，免得报血仇的人继续杀戮，连我仅存的儿子也杀了。大卫回答：我指着永生上主答应你，你儿子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在地上。那妇人又说：陛下，请让我再说一件事。王回答：你说吧。那这个大卫呢，他只是要应付好，然后敷衍一下，好，那就是简单的处理，好，但是呢，这个妇人的确是有训练、有安排、有智慧。那他以退为进，好，那他说王要处理这件事情呢，跟你无关，跟你的王位无关哦，好，所以这是说反话，所以其实这个妇人要说的事情就是跟你有关，跟你的王位有关。那暗嫩是长子，是第一继承人，好，但是他已经被押沙龙用计谋给杀死，好，那中间有一个老二，好，那据圣经的学者认为这个老二可能已经过世，好，那但是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押沙龙是老3，好，他成了接下来的第1顺位啊，但是呢押沙龙不能回来，好，这件事情呢，好，也让约押开始担忧，好，那他是合法的继承人，好，但是大卫又爱他又恨他，所以变成现在僵持在这里。那这妇人呢，提哥雅的妇人用反话，说愿这个罪呢归给他跟他的父家，好，意思就是这个妇人呢，好，他好像就是只能摸着鼻子就是觉得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所以他就以退为进了。好，那果然大卫很吃这一套，好，大卫就继续又说，好，如果有人为难你、威胁你，你就把他带来，你就不会再被威胁。好，那所以大卫又在给予这个提哥雅妇人又多给他一个恩惠啊。那这妇人呢就接着说，好也求他又要大卫向主祷告，然后要向主来发誓，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杀灭，免得灭绝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妇人呢逮到机会，就是要大卫按照他自己说的，然后呢给予一个承诺，就是不去杀那个要报仇的人，不能够去杀杀这个流人血的人啊。
所以大卫呢，没有想就直接回答，用他是王的身份说，你儿子的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那所以有了这个大卫说过的话，所以妇人呢又在继续的跟大卫又在继续的谈判。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谈判的技巧。那我们再请丽音带我们来读13到17节。妇人对王说：“你为什么蓄意对上帝的子民做了这样的错事呢？你不准放逐在外的儿子回来。你刚才说的话似乎已经定了自己的罪。我们都会死，像泼在地上的水一样，不能再收回来。即使上帝不使死了的人复活，王至少有办法使一个流放的人回来。陛下，我来向你说话，是因为有人恐吓我，所以我想我该对王提起。但愿王照我所请求的做，我想王会听我，救我脱离那要杀我儿子和我，把我们从上帝赐他子民的土地上移去的人。我想陛下的话一定会安慰我，因为王像上帝的天使一样能辨别是非。愿上主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好，那这个提格亚的妇人呢，她要跟王好像在打牌一样。好，那现在她要接牌。好，她的底牌王牌就是要王认错，不要再去怪罪押沙龙，然后能够让押沙龙回来。但是这个提格亚妇人在接牌的当中呢，她又不能够露出她真正的底牌，就是她是约押派来的。好，其实她这个故事是假的。所以接下来这就是故事中的故事。好，那就是这个提格亚的妇人呢，她在为自己做这样的动机呢，好来告诉王说，王你说过的，好不能够这个报仇的人来灭绝这个唯一的继承人，所以王你就是那个人。好，所以当这个王呢，大卫呢，好像又被点醒之后呢，这个好像就是前面第12章就是拿单对大卫说的，你就是那人就是那个富人和那个穷人。所以这大卫来讲又是一次被设计的感觉。但是呢其实这也是让大卫他能够自己醒悟过来。你可能在旁边用说的用劝的，不见得能够让他醒悟过来。所以14节这个妇人告诉大卫说，我们都必死，每个人都有死，如同水泼在地上是不能收回的。神不会让人不死，就是每个人既然都要死，但是求王设法让逃亡的人不致成为赶出回不来的人。既然人都有死，那这个提格亚的妇人，她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押沙龙但是呢，她就是在暗示王说这些逃亡的人杀人的人那有一天他也会死何不如现在就能够让他回来呢？那15到17节这个提格亚的妇人呢，那他继续为他自己编的故事呢来让他圆滑。就是说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王他可以救他的唯一的儿子脱离这个报仇人的手。那他心里面也想这个王呢，他一定是一个仁慈的王一定会用他的权柄，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话来使这个妇人的这个祈求呢能够得到应允。所以17节最后他说，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愿神与你同在。所以这个提格亚妇人讲话其实也是有智慧有技巧完全都没有讲到约沙龙的事情但是又把这个事情呢能够扣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大卫他也是聪明人他一听就说你在说我你在讲我那当然就是在讲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了。好，接着再请丽英带我们来读18到22节。王回答：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诚诚实实回答我。妇人说：陛下请问。大卫问：是不是约押叫你来游说的？妇人答：我指着陛下的性命发誓，这问题我非回答你不可了。是的，确实是你的元帅约押要我这样做，这样说的。他这样做是要挽回这件事，
陛下像上帝的天使一样聪明，洞察世上的一切事。后来王对约押说：“我同意你这么做，你去把那年轻人押沙龙带回这里来吧。”约押恭敬地俯伏在大卫面前说：“陛下，上帝赐福给你，我现在知道我蒙你垂爱，因为你答应了我的请求。”那大卫也是非常的聪明，当他听出来自己被设计，他并没有生气，但是大卫，他反而来反问这个妇人，你必须诚实的回答这件事情，背后主导的是不是约押？所以其实大卫心里有谱，他对押沙龙的思念被约押看出来，大卫也知道，那他终于知道原来是约押，找了人来演了这出戏，用这个妇人的对话呢，让大卫去想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既然都会死，那早死晚死，那他的儿子暗嫩长子虽然死了，就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但是他的另外一个杀他儿子的押沙龙也是有一天也会死，其实在他的儿子也死之前呢，那大卫应该要做出决定，为着王位，而不是让他继续在外面，因为押沙龙已经逃到他的祖父、外祖父、外公那边基述王达买已经3年了，所以这个事件呢，已经2年加3年，2年是押沙龙的报仇，3年是押沙龙的逃亡，已经过了5年。好，那大卫的心呢，本来一开始很气，很愤怒，那要对付押沙龙，那现在越来越松动，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被设计呢而非常的生气啊，所以这个妇人呢赶快虽然承认但是他最后仍然补充那对王就是说他敢在王的面前起誓大卫所说的一切呢，不偏左右，果然就是没错，是约押吩咐的。但约押把这些话呢放在婢女的口中，那约押做这事是要扭转局面的，所以这个字呈现在这里，就是说这么长的一段对话，就是要扭转什么局面呢？让这个国家的继承人呢，能够有一个有一个局面，就是不会是悬荡在那里。可能押沙龙这个年纪来讲，是适合的，而大卫也年纪也有了接近，已经大概在65到70之间了。那我们大概知道大卫是最后到70岁，那所以他在他现在年纪大了，而且他过去这个很多的战争呢，所以可能也是衰老的比较快，所以约押一直在想这王位的继承人，那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提克哈妇人还继续称赞大卫，我主智慧如神的使者的智慧，能知道地上一切事所以这个这个提克哈妇人也是非常的钦佩大卫。好，那所以大卫呢对这样的事情呢，那他心里面得到了一个释怀，那他就见了约押，就叫约押说你去把你押沙龙带回来。好，那这里说年轻人所以押沙龙这时候呢年纪也不大，他的老三年纪都还年轻其他下面的小孩包括所罗门这时候搞不好都还只是一个这个小学生，还很小，所以押沙龙就回来，所以约押很高兴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约押那他的忠心虽然他是非常的忠心，他并没有想要去窃夺或是去窃取这个王位，那他一直在为大卫的这个王位来用很多的心思那所以约押呢就为王祝福，那他是真的高兴，说王应允仆人应允约押这件事情，是我知道我蒙你的垂爱，你答应我的要求。好，接着再请丽英带我们来读23、24。于是约押起来到基述去，把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可是王下令不许押沙龙住在宫里。王说：“我不要看到他。”于是押沙龙住在自己的房子，没有见王的面。
那约押算了半天，好，请这个提哥亚妇人去演这一出戏，好，然后很大胆的跟大卫这样子要他发誓跟他对话，好，让他能够回心转意。可是约押却没有算到后面，好，就是虽然这个押沙龙好被大卫同意从基述接回来到耶路撒冷了，可是呢，大卫心里面还是有芥蒂。他并没有像那个浪子回头路加福音15章的那个父亲张开双手，然后远远望见，就冲上前去拥抱他的小儿子，回来接纳他，然后亲嘴，给他戒指，给他权位，给他衣服，给他宰牛都没有，连见面都没有见面，就让他回去自己的家，所以大卫呢心里面还是可见大卫还是没有饶恕，所以这个故事呢再让我们看见大卫他要学习饶恕，他想要上帝饶恕他，可是他没有办法饶恕自己的儿子，即便现在约押来提醒他，但是大卫没有完全的饶恕。好，那我们接着再请弟兄执事带我们来读25到28节。在全以色列没有一个人像押沙龙那样英俊，令人倾慕，从头顶到脚趾都没有一点缺点。他的头发浓密，每年得剪掉一次，不然就太长太厚了。那剪下来的头发，根据王家的标准秤去称，重约2公斤。押沙龙有3个儿子，1个女儿，女儿名叫塔玛，非常美丽。押沙龙住在耶路撒冷2年，没有见过王。那大卫没有完全的饶恕，所以还是不饶恕。不饶恕呢，就为大卫带来更多的苦难了。好，所以押沙龙的故事呢，好，现在才开始要好戏这个好戏，或是说这个重大案件呢，才开始要上场啊。好，那讲到全以色列呢，没有人像押沙龙那么俊美。好，那这样的形容呢，好，第一个是扫罗，好，高人一个头；第二个形容呢就是大卫；第三个形容呢就是用在押沙龙。好，所以大卫老了，他的儿子呢押沙龙，好，也是有很好的 DNA， 从脚到头毫无瑕疵。好，这样的形容呢反而是第一个。扫罗是从头到脚。好，那对不起，应该说大卫的大哥也是这样被形容过，但是大卫也被这样形容，但是押沙龙呢，显然呢又超越了大卫，超越了扫罗，超越了这个大卫的大哥。那押沙龙的头发呢，是一个卖点，就是他的头发呢又浓密，然后呢又有分量。好，那他每一年要剪的头发呢，就要多少的剪下来头发呢？去称有2公斤啊，好，就是200舍克勒，是2.26公斤。那我们剪头发要剪到100公克，或是200公克就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好，但是呢，这里居然是2公斤多，好，所以这个头发到底是用什么做的？所以是有重量的，好，而且每年都得剪啊，好，所以很多人对押沙龙的头发很有兴趣啊，但是这些图好画出来呢，好，其实还不能够去形容这个2公斤多，好，等于头上戴了一个哑铃一样，好，每天都举着哑铃在走来走去，好，那所以这个是押沙龙非常这个特异于常人的地方。那押沙龙呢，他不仅是外貌姣好，连他自己生的3个儿子1个女儿，也都是有很好的 DNA 好，那所以对于他的这个妈妈，好，这个是这个基述人，好，那大家就有很多的猜想，好，但是特别是押沙龙的儿子的名字没有被记下来，反而是女儿的名字被记下来。那女儿叫做塔玛，塔玛又跟这个押沙龙的妹妹是同名好，所以这里也是刻意的，可能押沙龙真的很在意他妹妹这件事情，好，但是虽然这里没有提到说他的妹妹后来怎么了，好，但是如果用他的
押沙龙自己的女儿都取名叫做他玛，那很有可能押沙龙的妹妹呢，这时候可能已经不在了。好，那押沙龙呢回来了，可是呢住了2年，所以这个事件越拖越长，从前面2年的报仇，3年的躲藏，现在又2年呢被关在家里面大卫完全没有跟他见面说话，所以可以看出大卫这个不饶恕跟一般的人不饶恕还是很不一样就算兄弟吵架就是都住在家里，可是2年不说话，好，那这是非常大的一种芥蒂和隔阂。好，接着再请听执事带我们来读最后的29到33节。他派人召约押来，要请他去向王说情，但约押不来。押沙龙再次派人去请，约押还是不肯来。押沙龙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看，约押的田园就在我隔邻，有大麦长着，你们去放火把它烧掉。”于是他们就去放火烧田。约押到押沙龙家里质问：“为什么你的仆人放火烧我的田呢？”押沙龙说：“我叫人请你来，你不来。我想请你到王那里替我说情，问他为什么要我离开基述回来，我倒不如留在那里好。现在请你为我安排机会去见王，如果我有罪，就让王处死我好了。”于是约押去见王，把押沙龙所说的告诉他，王就派人去召押沙龙来。押沙龙来了，在王面前伏地叩拜，王就亲吻他。那这个押沙龙虽然回来了，可是呢他却没有跟大卫有互动，所以这时候是押沙龙主动想要去见大卫。那他要见大卫，但是没有方法，所以要透过约押，毕竟约押还是在大卫面前的第一红人那押沙龙请人2次都不来，请约押2次都不来，所以第3次直接放火，叫人放火烧了约押的田所以约押很生气，就来找押沙龙理论为什么放火烧他的田，而押沙龙就说你要去替王说，替押沙龙来问为什么他把他从基述找回来，他本来就是想要一直留在那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前面押沙龙的复仇计划并没有想要篡夺王位，显然是没有，他可能只是要在基述等到他的爸爸死了，大卫死了，那他可能就是再回来，有必要的话他会再回来继承王位，所以他是躲在外面但是既然约押呢要押沙龙提早回来，但是提早回来呢连跟大卫的身边见个面都不行，完全没有见到面，所以押沙龙也说如果我有罪，王认为我有罪，就直接杀了我吧。所以押沙龙也是有点活得不耐烦那所以约押呢就去见了大卫，那但是呢大卫呢显然没有说什么话，就听了约押这样说，押沙龙想见他，所以大卫就见面，所以2个人就见面了，所以这个事件呢大概前后发生了7年7年2个人终于让这个事件可以有一个可以化解的机会。那王亲吻押沙龙，可是后面就是句点，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做。如果大卫在这时候呢亲吻押沙龙，然后能够跟他说声道歉，或是为着押沙龙的妹妹的事件呢他玛觉得遗憾，或许后面接下来15、16章的事情呢就不会发生但是呢就因为据点就在这里，所以虽然破冰，但是呢却没有实质的关系的改善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出约押有看出大卫对押沙龙的思念，所以安排了提格雅的妇人来用故事点醒大卫，而押沙龙终于浪子可以回家，却没有得到父亲的拥抱。押沙龙用火逼出了约押，要跟大卫直球对决，而大卫一直处在被动的状态，而且还不仅是被动，还矛盾。所以可以看见这时候的大卫呢，
跟前面的大卫的真的是差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犯了罪啊，他大大的得罪神。虽然上帝饶恕他，可是上帝也咒诅他。所谓咒诅，就是为了管教他暗中所做的事情，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来做。所以因为他藐视神，所以大卫呢还是心中有担忧有害怕。而这样的破冰之旅的没有完全的成功呢，也导致接下来押沙龙呢要进而放手一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人性的许多的真实面因为神你不是看外貌，你是看我们的内心，你让我们看见大卫的内心，看见押沙龙的内心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顺从圣灵来得着生命。当我们心中是住着情欲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顺从圣灵撒种，就受败坏。求主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心，不让我们得罪你，也求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昼夜思想上帝的话就能够如同树栽在溪水旁，到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都能够尽都顺利。主，我们求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心中，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丽英，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